用研会成员全体出动登记，象征用研会将会传承优良的政治理念。望用研会伫台南的成员林建南、陈黄宇、陈金坚、陈世玲、张豪哲、陈俊安以及李开通等7位市员参选人，会当顺利取得市员参选门票，团结做伙，展现气势，画出七席全上。用研会七席全上。今仔日是咱民进党市议员咱的登记的最后一天，也是咱的压轴。阮这个台南用研会由咱这个国际桥牌社，咱这个李清波，咱的李总统会带领之下，咱带领着咱的大新营区，咱的张豪哲，以及着咱的大北门区，咱的陈俊安，以及着咱的闸门区，咱的李凯通，以及着咱的永康区，咱的陈世林，大家好，个咱的东区，咱的陈金晶，大家好，以及着咱的新丰区，咱的陈黄宇，嗨。以及中西区、北区林建南，阮今仔日用研会7个候选人，阮今仔日选这个黄道吉日特别来到咱台南市市党部，阮来正式登记，阮就是要来正式参选到咱民进党咱这届2022年的市议员的选举。嘛，咱所有乡亲时代，甲阮所有候选人电话名条，来接到电话，会当甲阮予以支持。伫电视剧《国际桥牌社》当中，扮演总统李清波的艺人杨烈，也特别赶来台南，希望民众爱支持好人才，爱呼吁咱的乡亲咱的朋友咱的兄弟姊妹大家正经出全啊，跟斗相共跟支持伫咱的地方都是要有一款新的力量啦。每一个拢足优秀的，所以讲咱不留余力啦。我专工按高雄拼来，其实我是按台北来啦，再讲按高雄过来这边，所以讲这个心情七上八下啦。讲七上八下就是讲真烦恼，讲咱大家有一款新的力量，这么好优秀的人才绝对袂用叫拍算去咱的乡亲、咱的兄弟姊妹、咱的时代。拜托，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，感谢。登记完成，艺人杨烈也陪同民进党台南市中西区、北区市员参选人林建南扫街拜票。杨烈也恳请亲朋友，予林建南一个正面肯定。伫初选电话民调时，唯一支持林建南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